台南是全国沙巴鱼当地，为养殖、加工到餐饮通路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，发展出独特的食鱼文化，为持续导入丰沛行销量能。市府农业局办理2025台南沙巴鱼产业文化活动，推广相关农渔产以及文化，吸引人潮并刺激买气，进而带动整体农业发展，提升台南沙巴鱼的品牌价值。虱目鱼在台南不仅是一个食物，而且它代表一种海边的养殖文化。那大家知道，虱目鱼可以说是最平价的、CP 值最高的、最棒、营养价值最好、也最美味的鱼种。那很多高价鱼啦，什么1斤1两要几重，大家去餐厅就可以知道。但是虱目鱼是最棒的。那但是呢，因为以前的除刺的技术，就是虱目鱼比较多刺，很多以前大家比较不会吃那个有刺很多的，现在都已经经过很多的这个改良，都已经变成无刺虱目鱼，所以说刺都被挑掉了。所以说欢迎大家，就怕刺的朋友一定要吃虱目鱼，不怕刺的朋友更要吃虱目鱼。那虱目鱼营养价值高，又口味又好，那所以说不管是它的这个虱目鱼皮啊、虱目鱼肉啦、虱目鱼肚啦，甚至于虱目鱼的这个虱目鱼肠这些都是有非常多的爱好者，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。加周边的产品，像不管鱼松啦，或是鱼露啦，大家知道鱼露可以提味那虱目鱼露就特别的棒。然后还加上这个虱目鱼的水饺都来了，罐头也来了，甚至于鱼丸更多那所以说欢迎大家来试试看台南的虱目鱼，保证棒。2025台南沙巴鱼产业文化活动，11月16號伫咧北門區南昆生大天府辦理沙巴魚主題活動。11月16號到12月15號，甲大騰中酒店、老爺行旅、大橫皇冠酒店、市容軒大飯店、維悅酒店合作推出沙巴魚日菜。11月29號伫咧嘉義農市辦理2025台南農漁虱目情活動。11月30日，在安南區四草大眾廟辦理沙巴魚主題活動，市府歡迎各人大眾踴躍參與。台南新聞中小維採訪報道。